港股市場有個好消息，就係內地6大部門聯合印咗份實施方案，話要增強消費品供需適配性啊，仲點名話要發展寵物周邊、動漫、潮服、潮玩添啊！呢個消息簡直係為泡泡瑪特度身訂造，等於官方欽點，話佢係國家級潮玩啊！而家嘅Z世代消費者買嘢已經唔係咁睇性價比㗎啦，係講有冇 feel。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財產權，簡單嚟講 ，IP 消費就係你為咗愛啊同信仰而課金嘅經濟學。我哋已經由物質消費嘅時代去咗精神消費嘅時代，而最近紅到上太空嘅那布布，就係大家深夜最佳嘅精神支柱。呢一隻公仔最近喺北京嘅一場拍賣會，真人大細嘅版本竟然拍出超過100萬嘅人民幣天價。呢一個價錢唔單止鞏固咗那布布嘅神台級地位，更加反映咗 IP 消費嘅巨大潛力啊！好戲在後頭，最新消息 ，Sony 影業已經正式同那布布權益方簽咗協議，成功拎到電影改編權。恭喜那布布搖身一變晉升荷里活大明星啊！泡泡瑪特嘅老闆黃玲之前接受央視嘅訪問，講到好多大電影嘅公司揾佢合作，仲話要成為中國嘅迪士尼。你睇下哪吒、黑神話、悟空呢一啲 IP 幾成功就知道啦。要知道泡泡瑪特今年1月先成立電影工作室，年中就已經有荷里活公司揾佢拍電影喎。睇翻黃玲之前嘅話，佢仲喺度諗緊自己做定係同荷里活合作。而家睇嚟，佢已經做咗決定，就係同荷里活合作啊！泡泡瑪特嘅野心唔單止係中國啊，而係要衝出亞洲，邁向世界。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東、日本周圍開分店啊！報告仲話佢哋喺越南都有設廠。呢個故事講俾我哋知，未來嘅投資機會可能唔係再係傳統嘅石油，而係邊個 IP 最吸金。喺呢個年代，就邊個捉得住Z世代嘅心，邊個就會捉得住財富嘅密碼啦！你又有邊隻那布布啊？